在耶穌的時代，信仰是一場屏息的掙扎。在他的神蹟面前，有人心懷懷疑而拒絕，卻也有人因而信靠。基督的神蹟並不僅限於過去保留在歷史中，他的行動如今仍在我們的生命中發生，改變着每一個相信他的人。信仰帶來的不僅是神蹟，它更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，這才是真正的神蹟。神蹟的形式千變萬化，但它們共通的一點在於它們都是基督能力的展示，最終目的在於生命的轉變。在我們的信仰旅程中，我們被召喚去堅定地跟隨基督，讓他的神蹟在生命中持續發生，這樣我們的信心也會不斷增長。